해봐도当代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？全国上下市民学来嘛的，即便现在想往前头还是嘛的，但是技术事情啊，必须得，对那么大项都技术学习，啥都是要学习，但是嘛，预管第三年，以年出个的，两少出一个，两少出个的呀，第三年的分布的，都是长期说新多啊，就是他这种春年数推，春年数推比三年，你觉得本部说的方式，本部的学的开始是在这个的话，的这种长期说起来这个里啊，就是他是特别，出来第二的话就是，可以说，马上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应该公共层面来是少了的呢？可对呢，民盟部的特色当中，都是什么呢？大家伙小嘛的，小了，不是在控制特别的，那个大概差不多。是吧？也是很这个，民的长期说就是呢，觉得这个话就算的，这个都说，没可都对，俺们都对，他说遇上过的，小去，俺们都干不得事。就是说这个，就是说是开路上上班的，这遇到那个，他说你，他说遇上他们确实说的没中路了，这不是。咱们大一车的呀，推这个是，但是咱们大一车的呀，推这个，俺们都拿我去修了，俺们都拿我去的去蒙古苏是呢，对不对？考起来，早上可以的，都实际的吧？这些的，开车怎么有好的，好看的没来开车，就是苏州那是这个呀，开车，就是那个苏州那个兄弟。讲里啊，可能啊，就对讲里啊，开始修写实多吧，对嘛，查起来的，可对无些习惯，按照无些学习啊，对，都是就是这种些通过了吧，这种些通过就是那样子的，开群众开买不起，后来真是那个送去到那个我可都嘛送去都修一本，这种些，那么就这个民营的咱呢，这种些送多少，3亿的咱呢。杨子是呢，这看上去多光全，你大概有50多点，这个都是呢，好的，我来来。开完了，开完了主任员的，那上面就讲了，然后读完了没事，去这样子学习的，说的是现在的没有啥的，这东西，他这个怎么说呢？晓得的，都这样子，要么帮上的，要么嘛，而且。长期在前数据上也才属于那个，这是在什么啊？就是西北是什么？我们是的，怎么配置？这节目是，我们是开路大概是3个人，然后那个看不出去，那么谁吐，